打就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汉昨头一个行程，就是走去发生霸凌事件劳法署北分署来视察，而且佫有提供伊个人的手机号码甲 email， 互当事人会当直接申诉。洪新汉嘛表示拒绝送礼文化。另外，这洪新汉佫走去看这前分署长谢依勇的办公室，讲伊这内底状态确实无适当。送礼的文化。 接下来无论都不该有，我也不吃这一套。为家己做起禁止送礼文化，新任劳动部长洪新汉日头头一个行程，就先到劳法署北分署关心基层同仁，嘛宣布非常时期用非常的做法，提供部长的手机啊、电话、email， 和同仁有申诉的管道，会当直接传达心声，都是反霸凌。我们会还是要把可以反映跟申诉的管道，我们必须把它健全跟完备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但在那之前，在现在这个非常的时期，那我可能也会需要同仁们的一些提醒。洪新汉嘛取消署内5S 管理比赛，让当然工作有尊严。另外，伊嘛视察前北分署长谢依勇的办公室，坦白讲请假较无适当，对谢依勇要求基层同仁爱用走的，洪新汉批评互人无尊严，真离谱，绝对无用稳固发生。去帮他做这些可能他自己觉得的品味上面的各种的维持，我觉得是过当了，甚至包括我也听到接受他要求在分署里面跑步，像这样的事情，我其实听了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，我也觉得很夸张。针对劳法署认列这案的问题，洪新汉表示会尽力向行政院争取原价。那时间，劳动部长柯明春、谢依勇出现涉嫌挪用公款，洪新汉回答专业配合经办，绝对公平。针对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公务员被霸凌轻生案，成立调查委员会，请公职。针对劳动部霸凌案，立法院庭事委员会日前提出2案，包括前部长何培山也甲谢依勇应该接受严厉谴责，并移送监察院甲检调。另外一案是成立调查委员会，若被党团最后以人数优势通过，列入院会议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